武帝古廟協天宮已屹立於香港大埔樟樹灘300幾年，廟宇崇奉關聖帝君、主張帝君、忠義仁勇信5德之道。佢威震3界，統率5刑，護國佑民，誅邪扶正，成為人間浩氣嘅宗主。隨住歲月嘅沉澱，香火興衰交替，磚瓦漸顯古舊，梁棟亦都顯得滄桑。然而信仰之火卻從未熄滅。喺古廟住持多次朝神祭禮下，凝聚咗善信社群嘅力量，達成咗長達多年嘅修繕重光工作。遵循道教文化嘅精神，從廟宇建築結構、色像雕塑到香案儀軒，無不一一重修及新置建造。而每一筆彩繪、每一處金梁，皆寄託住信眾嘅誠心。當時就接手咗古廟嘅重修工作，呢個工程足足做咗8年。重修嘅過程中，其實真係唔簡單，因為中間遇到咗疫情嘅影響，加上社會上發生咗好多事情，令到籌款工作一度受到阻滯。不過幸可有天恩加被，再加上善德真堂嘅大力支持，最終都完成咗呢個重大嘅使命。今次重修嘅部分其實都幾全面嘅，包括咗關帝神樓翻新、觀音殿同埋太歲殿添置神樓櫃同埋神像，廟內外側殿牆身嘅打水工程，正門掛上牌匾，翻新門神壁畫，牆上嘅壁畫都重新繪製過。呢啲都係希望可以令古廟煥然一新，同時保存好傳統文化嘅精髓，俾後人繼續敬拜同欣賞。直至2024年，甲辰下元節武帝古廟協天宮崇升重光慶典，道壇啟燈，鼓樂震天，八霞光顯，5形兵將護法環熱，焚香萬柳騰空。呢一刻唔單止係古廟嘅重光，更係千年信仰嘅延續。